将在这个拳台上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就是蓝角的拳手滕家伟。红角是来自宁波的伊丽莎提·安尼瓦尔。伊丽莎提。伊丽莎提·安尼瓦尔 from 宁波。今天晚上身着红色短裤的他，绰号低调男孩。1993年出生的他，年纪虽然很轻，但是在拳台上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功能力、强大的斗志和意志力，这些综合起来让他在拳台上极具统治力。我们说过有很多新疆籍的拳手过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大多数新疆的拳手过来长相都是非常凶恶的，但是我们这一位安尼瓦尔，他很可爱，他只要一露出笑脸的时候，就马上露出他可爱的一面。我还深刻的记得上次比赛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后手的摆拳，将拳手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 KO 到数点都爬不起来，所以说对手要注意了。他们俩之间将进行4个回合超重量级168磅的比赛。这场对决的主裁是麦克苏曼，边裁是索拉图索伊巴章，头阵都已经边温柔。这就是今天的第4场比赛，超重量级。红角这边的伊丽莎提·安尼瓦尔呢，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看过他的表现，同样是阿克帕尔的高徒。这位拳手赛前的称重是168磅，卡在这个体重上面。他的拳头啊，在拳台上面是有一定的分量的。上一场比赛啊，是打出一个 KO， 而滕家伟这个拳手呢，是第一次来到拳力联盟，也是第一次打职业赛。看看他的表现，我们对他还不是很熟悉。今天滕家伟穿的是蓝色的短裤，红角这边穿的是红色的短裤。伊丽莎提今天一上来就打得非常兴奋。这次其实阿克帕尔的拳手有很多都是表现很好的包括阿利木包括伊丽莎提，包括祖利皮卡尔包括这个新疆 C 罗都是不错的。好的，那整体看下来，能够和这批新疆运动员对抗的呢，山东有几个拳手不错啊。现在整体来看。这个拳力联盟表现里面啊，还真是这批受到新疆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拳手比较多啊。好的啊，伊丽莎提的左手拳，他的前手拳是极有分量的啊。第一回合，你看看，第一回合还剩1分55秒，打了1分05秒。台裁直接是示意 TKO 了，别打了，因为滕家伟啊被打的拳头都出不来。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在拳台上面台裁裁定是否判 TKO 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你还能不能憋出拳头来。就是你如果还想坚持打的话，你哪怕拼着这个防守上面有一些瑕疵，你得把拳头打出来，在拳台上面抱头挨打，那这个比赛很快裁判会判你输。介绍的比较全面，所以说他在听到如此凶狠的介绍他以后，一下在台上全面的火力大开，在第一回合1分05秒的时候就 TKO 获胜。哇，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对手。然后他在拳台上又再次露出他的可爱的笑容。哇，加油！这就是我们职业拳坛，胜负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瞬间。本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的 winner is Red Corner 伊丽莎提，在第一回合1分